各位老友，周一亞洲交易時段，現貨黃金完全承接上周五嘅暴跌餘威，盤中再遇重壓，價格大起大落之後維持弱勢震盪。市場一面係恐慌情緒蔓延，一面係獲利回吐壓力重疊。金價短線走勢依然偏弱，完全冇企穩跡象。亞市走勢真係唔睇得。現貨黃金較上周五收盤大跌165.58美元，跌幅達3.39%，盤中一度插至4581.9美元低位，單日最大跌幅仲超過5%，連4700美元關口都守唔住，失守之後短線支撐即刻流失，多頭完全冇還手之力。講到今次金價急跌嘅原因，主要係多種利空一齊發威。第一，特朗普提名前美聯儲理事凱文沃什做下屆美聯儲主席，市場普遍覺得佢係鷹派人馬，擔心貨幣政策會收緊，美元指數跟住走強，直接壓住以美元計價嘅金價。第二，前期金價升得太急太快，累積咗大量獲利盤。上周五暴跌已經觸發好多高槓桿戶口爆倉，引發拋售、止損再拋售嘅連鎖反應。亞市盤中呢股拋壓仲未釋放完。第三，中東等地緣局勢有緩和跡象，市場避險需求即刻減溫，金價最後一個上行動力都被削弱，自然跌得更慘。再睇技術面，金價已經連續跌破多道關鍵支撐。之前嘅4700美元支撐位，而家變成強阻力，下方短期先睇4500美元整數關口，呢個位再失守，後續好大機會再插落4400美元區間，上方阻力就留意4800到4850美元。短線反彈如果衝唔破呢個區間，弱勢格局就扭轉唔到。指標方面， MACD 一路向下發散。RSI 雖然跌到25附近超買區，但係仲未見明顯轉勢信號，意味住短線空頭仲係主導，只係有少少技術性反彈機會，千祈唔好當反轉。不過都唔使太灰心，市場仲有啲支撐因素撐住，全球央行增持黃金嘅趨勢冇變，瑞銀、美國銀行呢啲大機構依然睇好金價長期走勢，認為今次下跌只係收復前期過熱行情，只要美聯儲貨幣寬鬆嘅大方向唔改，金價牛市嘅基礎就仲喺度。短期操作上，大家一定要盯緊美聯儲政策信號、地緣局勢變化同美元指數走勢，千祈唔好盲目抄底。依家個市況觀望先係最穩陣。最後提醒一句，以上所有內容只係市場分析分享，純屬參考，絕對唔構成投資建議。大家如果憑呢啲內容入市買賣，無論賺定蝕，都要自己承擔責任。鍾意講金，想聽更多實用市場分析嘅老友，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俾身邊朋友，支持下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下次再傾。